这届国民党的总统初选是真竞争，包括郭台铭、韩国瑜、王金平甲朱立伦最近拢动作，真正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也毋过国民党的初选办法，为原本的73席有党员投票，到即卖拍算要用全民调，嘛互参选人感觉无啥公平。阿手镜头大大的，大家拢是好兄弟，同款是国民党，嘛拢被外界认为讲真有机会参选总统。也毋过国民党初选的办法到底是决定也未？所以以国民党来说的话，应该是扫除一些的障碍的，因为我们已经在我们的中台会当中，要把目前有兴趣的人就纳入在我们的民调，只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，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的处理。为本来73席，也就是7成民调、3成党员的投票，即马又搁拍算要改做全民调，决定最后要提名什么人出来选总统。高雄市长韩国瑜都开始讲无要参加辩论，嘛无要接受当时的初选办法。后来甲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会面了后，又搁讲愿意被动参加初选。王金平针对初选办法变来变去，感觉无公平。若郭台铭呢，根本无时间管党内安怎初选，人已经去美国啊。在参选的想法上面，怎么样处理美中贸易战对台湾带来的影响，可能是他在未来的一些经济蓝图上面或者政见上面，他会去提出来。郭台铭入去北京会川普拍美国牌，韩国瑜宣布被动参选以后，即个到大学要去抢青年学生的认同。王金平则是宣布要去中国制造，因为做大代志进前，爱先向祖先报告。那朱立伦是伫劳动节将面册关起来。昨天5·1劳动节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好好休假一天。今日工作人员伤忝，嘛同时争取劳工的好感，才头人分别出招。什么人有法度伫初选胜出？恐惊是兄弟爬山，家己来拍拼。